微笑讲客语，米米笑共学吧。那边给稿子拿过来啊！节目已经开始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摄影棚这么大，我不这么一声，没有人会理我呢。你别小看这个一声啊，它可是客家山歌的起源呢。今天许巍老师呢，在咪咪搜共哈发里面就要来跟大家聊冲山狗唱山歌哦。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客家人很多都住在山区了，所以呢，住在山背的客家人，什么叫做山背呢？就我们说的山背。山背就是指山背后山腰。好啦，那他跟远山的人对话的时候，就要那么这么高声的喊叫，还要拉个尾音哦，这样才听得见嘛。那么为了抒发这样子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而哼出来的这样子的声音呢，后来演变成了歌调，就是我们说的山歌。山歌就是山歌，而山歌呢，它是一种自由的一种抒发情绪，因此呢，它会随着时空而演变哦。目前台湾流传的山歌、流传的山歌呢，可分为老山歌、老山歌、山歌子、山歌子、平板，有这三种曲腔。老山歌它是曲调很悠扬、很豪放，节奏是流畅自由的，应该算是最原始的客家民谣了。山歌字一听就知道，那个字就是儿子嘛，小朋友啦，就晓得是老山歌的拉耶。还记得拉耶是嘛个意思吗？拉耶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儿子，所以呢，他就是老山歌的小朋友咯。好，所以山歌字呢，它的腔调是比较固定的。最后一种呢，就是平板，又称为改良调，是由老山歌字改编而来的，听起来好神奇哦。神奇就是 interesting， 很有趣的意思，懂神奇哦。客家山歌呢有9腔18调之称，意思就是只有各腔各调的。唱山歌的人可是即兴的作词家，也是即兴的作曲家哟。听来好听就可以了，所以哼哼唱唱就有这么的山歌，这样了解咯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哎呀，饭饱了耶！饭饱就是便当了。便当其实呢，应该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字了，而客家话用的是饭饱这个字，很类似在中国大陆内地他们说饭盒的说法咯。饭饱了了，我来食猪了，安子谁哦？张我了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